今集嘅話題有趣啦，最高成利率 VS 呢個三浪未行完。今日日經平均指數收報70062，70062點，係升咗594點。594點對於日經嚟講一啲都唔係多㗎嚇，以百分比計係0.86%。我哋今日想探討一下，日經225，我叫佢做波幅之王啦，又行咁少嘅，咁可能喺度等緊一啲事情發生啦。首先我哋想講下成利率，成利率係乜嘢啊？大多數人都會用250日線距離而家嘅點數爭幾多個 percent 咁就係叫做一個叫做一個成利率啦。咁我哋喺歷史上會揾到一啲好得意嘅數字出嚟嘅。第一位最高一次嘅成利率，跟住就肯定係均值回歸啦，即係佢會黐翻落去嗰條250天線嗰度嘅。咁呢個係必然係一個即係好淡嘅睇法，係一個理論等佢去發生但係咪一定會發生呢？有第一位，有第二位，有第三位，有第四位，邊一位幾多點先至發生呢？點樣去觸發呢？咁樣當然好大機會會係日元啦但係日元呢樣嘢就大家都唔好去猜咯，太接近賭博啦。你都冇路捉㗎，佢第二朝瞓醒就 carry trade 拆倉呢樣嘢，我覺得我唔會去測咯。大家如果中意夠技術藝高人膽大嘅，咪可以去測咯。我唔主張用呢一個方法。第一位2013年5月，即係而家高市早苗個師傅安倍晉三，安倍經濟學，佢核心主張係咩嘢啦？我個錢平咗，我啲嘢賣出去咪平啲咯，咪可以多啲咯。咁我收美金翻嚟，我啲錢越嚟越平。咁我上個月收啲美金翻嚟兌翻日元已經高咗咯喎。大概個意思係咁樣啦，真實有去等啲學者去解讀啦。第一位就係2013年5月，個成利率高到可以點樣呢？當時個基數係16000點但係嗰個指數呢係可以高出5405點嘅可以係咁誇張嘅，即是話拋離咗250日線呢係40% 咁多嘅40% 以外40% 都好誇張啦，52% 嘅。咁我哋可以數下第二位啦。咁明師出高徒嘅高市早苗就話安倍晉三係佢師傅，結果第二位高成利率就係上個禮拜咯，上個禮拜啦，百分比係幾多啊？百分比係40.065，都係十分之誇張㗎啦，偏離點數250天線喺呢度，個點數喺呢度 ，OK， 偏離點數係20914點而家嗰個250天線呢，平均每日仲喺度即係佢係滯後㗎嘛，佢仲喺度每日上升緊300幾點嘅。咁而家回咗落嚟啦，你當佢7萬齊啦咁個成利率個百分比呢一刻呢，就唔係40幾% 嘅咁但係咪一個所謂叫做健康呢？咩為之健康呢？我哋都好難解讀嘅。我哋會相信市場永遠是對的嘅啫。呢個價錢呢一刻有人買有人賣，咁咪叫健康咯並且係有人買有人賣都唔係代表晒健康，而係佢呢個交易係頻繁嘅，大家都願意用呢個錢去做一個交易，咁就係叫做市場永遠是對的啦。第三位，我哋數下第三位，最高成利率偏離咗佢250天線，同埋而家做緊個價錢呢個叫做第三位，鼎鼎大名嘅日本迷失30年佢嘅成利率偏離咗幾多
34%。咦，聽落同前面嗰兩個或者當下呢一刻好似都冇咁誇張喎，可以迷失30年嘅。原來當時日本當時都係好興奮，嗰個炒賣係好高漲啊！咁後嚟啲人點樣稱呼呢一個叫做狀況呢？呢個足足就係被人標籤咗做超級泡沫，超級泡沫嘅代表作，超級泡沫第一名。OK 啊，日本係咁樣嘅啊，佢可能之前冇咁多外國嘅資金啊或者公司係介入啦，但係今時今日佢世界嘅代表性啊或者來自四方八面嘅交易咧，都係真係非常之犀利㗎。完全係因為佢背後嗰個日元夠平啊嘛，你個錢夠平，你啲貨咪夠靚咯。即係我係咁樣解讀啦。你個日元試下貴一個得，你睇下個日經指數會點？唔好貴一個得啦，即係彈翻3、5、7%，你睇下啲日經會變成點？但係都強調日元你真係唔會捉得到嘅。係一定係有啲事情引發，話要攞日元去做避險喎。其實呢一種叫做攞日元去避險，我都覺得係一種藉口嘅。點解有時避險會係日元嘅呢？有時係黃金，有時係債券呢，裏邊原來包含都好多嘢嘅。再有機會我哋再咩嘅險用咩嘢嘅工具去避，呢個都係我都覺得係一種迷思嚟嘅，我都探索咗㗎啦。之前2次都證明咗，拋離250天線太過遠啦，我哋唔好講成離率，啲太過專業嘅口吻。之前2次都證明咗啦，均值其實係真係要回歸嘅。咁你而家你話佢日經唔值呢個點數咩？咪偏偏係大量嘅人全世界都交易緊咯。係啊，一買一賣就差價好窄。因為你咁頻密嘅買賣呢，唔會有啲咩滑價，我出價或者我買嘢我賣嘢會做唔到交易，唔會嘅，係密得好緊要。就算佢嘅夜市佢期貨夜市都係密得好緊要，同佢日頭行緊係差唔多有40% 嘅。即是話如果佢日頭嘅交易量係6蚊，佢夜晚通宵嗰啲時間都有4蚊咁多嘅交易嘅。暫時我睇就係喺呢一刻啦，佢好黐住個納指行啦，仍然係俾科技嘅消息牽引住嘅。咁我哋仲可以講呢一集叫做成利率 VS 波浪理論啊嘛。喺炒賣嘅世界又有一樣嘢咧，係叫波浪理論嘅。佢啲浪咧係可以伸延啊，可以失敗啊，可以反轉啊，可以每一個浪佢都解釋得到嘅。點解會係咁樣嘅咧？佢有好多鐵律，基本上我話俾你聽，鐵律喎，話鐵咁硬，鐵律都可以反轉嘅咩？但係波浪理論有樣嘢得意嘅就係佢個鐵律咧。就係因為一啲事情嘅改變呢，佢又擠條鐵落去，又可以凹陷嘅喎，冇穿冇爛，冇窿冇罅嘅喎。個市點樣行，佢都可以用佢嘅鐵律咧作出無限嘅修正。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叫呢種鐵律係咪叫做冇叫做咩？萬能 key 係叫萬能 key。一條鎖匙咩門都開得晒嘅。但係咧，你真係唔可以睇小佢喎。你將佢個理論套翻入去以往發生過嘅圖表，尤其是啲特別大型嘅市場，最多人參與嘅市場，佢套落去偏偏係最啱嘅喎。咁你話真係抵唔抵死啊？問題係而家呢一刻個市行緊啦，波浪理論解釋佢係處身於一個咩嘢浪嘅之中呢？咁呢啲真係要波浪理論嘅信徒呢，逐一去印證啦，即係步步為營。咦？
我穿咗呢個位個波浪理論就叫呢個浪就唔係呢個名㗎啦，有第二個名俾佢，亦都係解釋得到嘅，基本係1、2、3、4、5上升浪 A、B、C 下跌浪咁樣，跟住又有啲子浪，又可以伸延，又 X 交叉 Y 都有嘅，即係唔係講粗口，亦都唔係講笑，佢真係咁樣俾啲名嗰啲浪嘅，咁而家波浪理論話而家個市係處於乜嘢嘅浪形之中呢？我哋睇浪睇浪越放得大就叫越準，因為你越放得大呢，即係周期長啲我睇分鐘就最容易失準啦，我睇小時又好似冇咁易失準，我睇日線又冇咁容易發得開我嗰條鐵律㗎啦。依家我哋睇大浪，咁大浪咪準啲咯。理論上喺個波論理論入邊嚟講呢，大浪係準啲嘅，因為你好難發得開佢界定咗邊一個位為轉折邊一個位為阻力為支持為極限咁樣波浪理論而家喺周線圖上面呢，係上升3浪嘅2浪，1浪升2浪跌，3浪升4浪跌，5浪升大約係基本係咁樣話俾你聽啦。咁3浪入邊有個子浪，3浪係最巨大嘅升浪，並且最長時間嘅一個浪嚟嘅。咁而家升咗咁多啦，但係佢未達到晒3浪嘅要求喎，3浪都要休息㗎，唔係真係 Elon Musk 嗰條火箭咁成不粒咁上㗎嘛。你睇任何圖表都係咁樣行或者咁樣行㗎嘛。咁係大3浪嘅調整浪，調整完之後呢，佢就會再發力㗎喎。咁如果咁講，去到8萬點先至會符合波浪理論最基本嘅要求。8萬點唔係一個實數，即是話我再清晰少少講，如果咁樣講，應該係話又要再破新高先符合到波浪理論。頭先唔係講話均值回歸嘅咩？要跌要急跌嘅咩？日元又好冇安全感嘅咩？就係咁樣嘅，炒賣嘅世界就係咁樣㗎啦。無論波浪理論仲有一樣得意嘅嘢，即係你無論點行佢都解釋到。咁而家你有2個真係好多人信奉嘅一種炒賣方法呢，2個係南轅北轍嘅喎。7萬點唯有而家當市場永遠是對的，咁7萬點我叫佢做中間位啦，唔貴唔平啦。應該係咁睇嘅，客觀啲係要咁睇嘅，因為佢交易緊嘛。咁究竟你信邊個呢？佢應該又係要歷史上第2大嘅嗰個拋離咗250天線啦。波浪理論話佢根本你都未夠條件完成我個3浪嗰個超級大升幅，會唔會要去做新高又打破成利率定係第2位就經已馬上可以急回呢？急插呢？冇人會知㗎喎。咁我講下一條片會講一樣好有趣，大家都可能未正式係着手或者探索，或者見過好多廣告都講緊呢個話題㗎啦。呢個叫做量化交易。小弟係做咗無限咁多次個量化交易嘅回測。嗰啲唔係真實嘅錢嚟嘅，有一啲交易商佢係會俾你好容易，你唔識寫咩編程編碼，你攞幾塊好似嘢左拉右拉，跟住輸入一啲數字，咁你就可以憑住呢幾樣條件，可能係啲技術指標唔同高低嘅參數，咁你就可以用唔同嘅市場去做回測。呢幅圖行咗半年，我輸入如果 RSI 高過70我就賣，低過30我就買咁樣。咁你咪睇咁樣行嘅，你一路見到佢咁樣喺度做交易嘅，嗰啲係過往記錄嚟嘅。即是話你輸入咗呢個條件，我會同你買；你輸入咗呢個條件，我會同你買啦。結果發現咗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咁呢樣嘢我想
即係都有少少內容嘅，所以我會開多一集咧同大家講嚇。咁今日講到呢一度為止啦嚇。如果覺得好嘅就俾個 like 我啦啊！如果想交流一下有問題，咁請你盡量可以留言，歡迎留言嘅讚好，如果可以訂閱就更加之好。多謝晒，多謝晒。